介紹嘅單位係位於 Sierra C 1A 期嘅3座地下醫室，佢係一個2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00尺連354尺嘅花園。一打開大門會先見到一個鞋櫃，左手邊會係一個呈 L 字形設計嘅開放式廚房，之後就係客飯廳嘅位置。廚房設有電磁爐，有窗。因為係特色單位嘅關係，所以樓底會比一般分層單位高，有3.5米。而雪櫃就擺咗喺客廳旁邊。之後同大家經過客廳，行出花園望一望。花園呈長方形，非常市井，有來去水，亦都有電掣，設有自己嘅私人出入口。對面係2A 期，不過中間就隔咗湖畔小屋同埋人工湖，所以望出去嘅景觀非常開揚，亦都望到成個天空。咁花園嘅門口就可以通往返來源嘅位置。之後再同大家經過花園，行返入去睡房嗰邊參觀一下。睡房歸一擺放喺走廊嘅旁邊，可以確保私隱度。第一間睡房，浴室就採用企缸嘅設計，有窗係一個名次。最後嚟到主人房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Leo，多謝收睇。